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分享曙光 ，Go Go Go， 好吧？明珠呢，今天要教大家这道料理呢，非常的该怎么说呢？很吸引年轻人哦，就是叫做炸红糟肉泡走马牛。重点呢，就是这个红糟了。待会呢，我们就来看看要怎么样来变化出吸引年轻人的口味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腌肉哦。首先放进的就是这个红曲酒糟，这是客家人限定的哦，叫做走马。走马，好，我现在放进去喽。我自己是很喜欢这个红曲酒糟味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加一点点五香粉。五香粉其实不用加很多，因为它太抢味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把我们的红曲酒糟放进去之后，让它massage一下，因为呢这个酒香非常的棒。好，我们都腌好喽。现在呢，我加一点点酥炸粉，待会我们就下去炸到外皮有点酥酥脆脆的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现在热油锅热好了，我要下去炸喽。为了要解油腻呢，下面铺一层高丽菜，那待会呢可以配着吃。高丽菜的客家话就是玻璃菜，玻璃菜哦，记得喽。现在炸好了，我们来试试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熟透喽。太好了，大家配着高丽菜吃应该会很爽口。好，现在呢就要请试吃员帮我们吃看这个炸红糟肉好不好吃。来，你们可以选你们喜欢吃的部位，如果不敢吃肥的地方，可以把它咬掉。很好吃。那我可以教你们讲一句客家话吗？好，就是炸红糟肉，口感酥脆，泡给走马肉，酥酥脆脆，口给走马就酥酥脆脆，没有错。好厉害哦！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们又来一起学做料理了。讲到这个红曲酒糟，真的只有在客家庄里面才吃得到的客家味耶。当然喽，认识了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就是红曲酒糟，走马，走马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高丽菜，玻璃菜，玻璃菜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。炸红糟肉口感酥脆，泡给走马肉酥酥脆脆，泡给走马肉酥酥脆脆。今天又学到了关于美食要怎么形容的客家词了，要把它记起来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